終於等到啦！全香港第一間海信京東5星超體店正式登陸灣仔啦！呢度集合咗全場智能家居，一站式體驗，超好行。快啲跟我嚟一齊沉浸式探店啦！哇！一入嚟就俾海信呢個8寸巨幕吸引住啊！作為2026 FIFA World Cup 嘅官方贊助商，呢度睇波嘅氛圍感簡直絕啊！現場首發嘅新品海信 U7 SE 電視，同價位性價比真係好高。佢有 HiQ LED、Mini LED 技術，搭配信心 AI 引擎，黑位夠深邃，色彩超鮮豔，連舊片都可以變高清。佢仲支援原生144Hz 高刷新率，畫面動態流暢度極高，完全冇拖影同延遲。而且電視本身來自 Defected 低音炮，音效立體震撼，喺屋企睇戲打機絕對係一流享受。另外仲有屏幕畫質展示區，一定揾到啱心水嘅電視。營業期間門店有驚喜嘅，只要到店諮詢購買新品就可以享有免費上門安裝，最高延保4年，仲會贈送世界盃大禮包啊！近期想換電視提高生活品質嘅朋友，真心推介嚟體驗。趁住大賽開賽前，快啲嚟灣仔景灣中心揀一部靚電視啦！